华上抓牌呀！哎，快出快出！借刀杀人，借你的刀杀他！杀！哈哈，媚娘，你果然是反贼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哎，这是游戏，何必当真啊？即使是游戏，我也不喜当反贼。不如把这名字改一下。这游戏如今在长安城大热，贸然改了名字，百姓明里不说，暗里肯定会说朕小题大做的。可这名字这么难听，陛下不担心有人借此挑唆而意图不轨吗？哈哈，朕治天下靠的是法度，靠的是仁德，可不是靠着粉饰太平。如果有人只借着游戏之名就可乱我大唐，那只能说明朕失德于民，到时候即使可以堵上这悠悠之口，也堵不上民心啊！陛下说的是，臣妾受教了。好了，继续玩游戏吧。来来来，发牌发牌。别，我杀！别急，没道理。你收起来，我有杀这种，你们俩按顺序。4分钟整个，先收起来。可以，你收起来。你等我来，等会儿，没有等我。哎呀，这没摸牌呢。对，杀，闪，再杀，怎么了？杀，我杀，我全杀。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？不是陈叔，你会不会玩啊？你凭什么杀我？我是主公啊！怎么样？看你小挑当家，我心里不爽。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哪儿高了？他是忠诚，哪有这么玩的？一个没有人格魅力的主公，即使是再忠诚的将领，他也会反水。这三国杀兵法里果然是包罗万象，每玩一次都让人记忆犹新，受益匪浅。来，再来。这位客官，你好像是第一次来哦。我是来喝酒的。请问你有会员卡吗？我是来喝酒的。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，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。那我办一张会员卡。您是办1年的、10年的还是100年的？现在办100年的有优惠哦，优惠2个月。办不了那么长，包月吧。没有。那办1年。真小气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小气了？我最有钱了，给我办100年。不够，连半年都不够。黑的八嘎呸！黑的八嘎呸！黑的八嘎，黑的八嘎，黑的八嘎呸！滚！逃去！别乱试！别引人注意，你刚来大唐，一定要注意隐蔽。嗨，探查的怎么样？属下有负联络使重托，当以死谢罪。你他妈有病啊！要死，先把偷渡到大唐的钱还我。即使不死，也要受些惩罚。
此为断指明智，联络师不用为我心疼。谁他妈心疼你？我晕血，离我远点说话。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说。据属下观察，这间酒肆黑店大大的，属下刚进去就被赶出来了。谁让你观察他黑不黑了？属下有负联络师中托，当以死谢罪。快说，那套兵书价值几何？这套民间所传的三国杀兵书，表面以游戏示人，实则深藏不露。在普通人看来，这只是个游戏，但是在兵法家的眼里，这就是一部兵法的奇书啊！据属下推测，这样三国杀虽以游戏示人，但意在普及兵法，让普通人能够在游乐当中学到兵法的奥秘。这招果然厉害，回去我一定要上报天皇陛下，号召全国学习三国杀，理解其中的兵法。大河传郎君，嗨，你再去打探。嗨，哎，联络师，属下去不了啊。为何？这个钱不够啊！属下刚才刚进去就被他们赶出来了，真是丢人呐！属下有负联络师中托，当以死谢罪啊！行了，要多少钱你说吧。再加1倍。这是天皇陛下给咱们所有的经费，全都在这儿了，一定谨慎行事。属下定然不负联络师的重托，属下去也。老板，过来。这位客官3番5次的见您来，今天小店送你一杯鸡尾酒。千寻，上酒来。来啦！哟西，再来。10两银子。这么贵？不许小看我，我最有钱了，给我上酒。千寻，上酒。哎，哟西，敢藐视我扶桑勇士，我喝死你们！这位客官，酒喝完你应该请了。去哪？本店是私人会所，没有会员卡不得入内。刚才已经给你网开一面了，请。我就是来办会员卡的。是找这个吗？刚才你已经买酒了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果然是我扶桑名将，智勇双全啊！夫君，现在全城都在流行玩那个三国杀，你就教教我们嘛。不用，夫人会打麻将就行了。夫君，你是在怪我们那天打麻将忽略了你吗？没有啊，那天吃饭的时候2位夫人都不在，我一个人吃的也很开心，一点都不孤独啊。
好了，夫君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先看说明书。这说明书太复杂了，看不明白，一看就困了。那人长安城的老百姓不也看得津津有味的？我也没看见谁看睡着了呀。不用嘛，夫君，你就教教我们嘛。来，啊，这个叫，首先会要来啊。要三国杀吗？要不要三国杀？哎，姑娘要三国杀吗？不要，看着错。要三国杀吗？哎，过来！姑娘，我看你还是想买的，看你犹犹豫豫。这样吧，你要是买了，我算你便宜一点。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？我自己做的呀。你这个叫盗版。对，盗版。姐夫，这游戏明明就是你发明的，眼睁睁就让他们盗版了去。再不采取措施，银子都让他们赚走了。这事儿早在我意料之中啊。预料之中？你知道他们会盗版？是啊。这个游戏啊，不同于花露水。花露水呢有秘方，只要秘方不泄露出去，人家就没法盗版。游戏的核心价值在于规则，你想教会别人玩，就得教人规则。你教会了，这游戏就不属于咱们，除非有知识产权保护法。知识产权保护法啊，不过你也别想了，这个法几千年之后也没什么人在意。那姐夫打算怎么办吧？本来呢，这个游戏我也没想赚钱，就想娱乐大众，给大家玩玩乐乐就得了。但是真要是不赚钱呢，那不是辱没了咱们大唐商业奇才的名声？所以呢，这个钱还是要赚的，要从周边入手。如何从周边入手？比如说，建立三国杀研究会，就设在咱们会所。玩那个 cosplay。啥 ？cosplay？play？cosplay 就是一群人装扮成三国杀里边的人物的模样，给人看。那还能有人愿意看吗？宅男啊，重点不在武将，在于姑娘。哦，这招好呀！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啊！哎，这痛快啊！夫君，什么叫宅男呢？宅男就是二娘子，天天抱着大宝剑的那种。要不要三国杀？三国杀的干嘛？三国？哎，过来。哎，二位客官，要买套三国杀吗？现在这东西啊，在长安城那可是人手一份。你这可是真的三国杀？真的三国杀？怎么可能在我这儿？我拿的这个是仿制的。仿制呢，它和真的没什么区别，都是游戏嘛，一切内容都一样，一模一样，里头的兵法也相同。我倒是听有人说过，这三国杀里暗藏兵法，但凭我这头脑，我是没看出来。不过，您二位要是有这慧根，倒可以买回去研究研究。了解，买了10文钱，掏钱吧。大汉君，还有钱吗？属下有负联络使周通，当一子快跑！抢劫啦！站住！看看，没有人敢来吧？绝对没有。好，快看看这绝世兵书。看不懂，你呢？属下也看不懂。联络使，
难道是因为我们学识不够，无法从这三国杀中解读出兵法？不可能。既然当初将兵书藏于游戏中，那么就是怕人看出这是兵书。所以依我看，要想解除兵法，还需要秘籍。秘籍？秘籍在何处啊？这兵书是王修所著，那秘籍当然就在王修这。哦，难怪我们要来他家，原来是为了盗取秘籍呀！这好办啊，我们翻墙即入。不行，这侯府奇诡，故布疑阵，暗藏机关。我上次进去盗取魔刀宝图就着了道，真可谓九死一生啊！那这不正说明侯府里藏有宝贝吗？用大唐的话讲叫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用我们扶桑话讲叫游戏。游戏，游戏，有办法了。连老师，我忍不住了！在人群中太危险了，属下有负联络使重托，当以死谢罪啊！这个不怪你，我扶桑勇士初来大唐都要经此一劫。当年我也是来到大唐3年后，才将忍住。联络使来到大唐，定然受尽磨难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属下佩服啊！为了我扶桑，又有什么不能忍呢？请联络使将此忍术传授于我。这个没问题。我打算回到扶桑后，就将此法传于后人，以后得我此法者，当被称作忍者。忍者？正是。太危险了，走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就在这里动手！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想跟你玩玩。你们两个臭流氓！不许说我扶桑勇士臭流氓！来到大唐，天天受你们这种侮辱，我已经受够了。大和君，我们是来帮嫖，不是调戏。对，小姑娘，快脱光衣服啊！不对，快束手就擒，当绑票。二娘子，还有我，四姑娘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好功夫！哎，你们俩怎么？回四小姐，这2个人从侯府门口就开始跟着你，我看他们表情猥琐，就和二娘子尾随其后，望四小姐赎罪。那不多带几个人啊？有二娘子在，还用带人呢？好功夫！好功夫！去！你大爷！你大爷！你大爷！我还会回来。阿姨，我来。哎！就是他。就是他。还有一个当时没留神跑了。哦，那没废话，报官吧。栓子和二娘子说，打我从侯府出去，他们俩就跟着我，好像怀疑是扶桑人士。栓子怎么知道？是二娘子说的。好像说他们俩不是绑架这么简单。我来问问。哎，凶得很，不好对付。哟，我看看。哎，你的叫什么名字的干活？
告诉你。还挺嘚瑟啊。那你从哪里来的？你不用问，我又不可能说。看你这个模样，好像不是大唐人士。那你是新罗人？哎，是高丽人。百济人，一定是百济人。你胡说！我堂堂扶桑永。哎呀，那扶桑人，你来绑架我们家老四，意欲何为啊？难道是为了磨刀？我不可能告诉你，我堂堂扶桑勇士，铁骨铮铮，宁死不屈。铁骨铮铮是吧？亚梅蝶，小侯爷过来，把我之前教给你的那段舞蹈给他跳一段。啊，不要了吧，快点的。游戏。你到底为什么绑架老四啊？三国杀兵书。哦，下去吧。哎，回来，没看完呢，回来！这不是挺配合的吗？这就是探子，报官。我是你粉丝。不行，不能报官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这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子，这也受不了啊。那怎么办呀？还记得三国吗？蒋干中计。哦，小侯也说了，那兵书就藏在书啊。好。游戏。大和君，待我们回到了扶桑国，呈上兵书，我们就可以高官厚禄，美妾如云。美妾，海如云。刘老师，我们走。你们就是一群败类、垃圾，吃饭睡觉的猪。今天跟我一起罢课，队长，高二班又出问题了，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。你们这边强迫的就让我惹祸是吧？小白金死，你叫何苦啊？你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！加油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。
不洒脱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。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